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教大家介绍歌曲内底的导音。什么是导音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歌词的字甲歌曲唱出来的字声调无同，歌词为着要配合歌曲来改变伊本来的声调。举例来讲，若我写一句歌词是阿高去爬山 ，melody 是。安尼我就会唱阿高去爬山，那 melody 是安尼唱起来就会是阿高去爬山，听起来就会变成阿狗去爬山，这就是导音啦。台语歌内底有真侪即种导音的现象。有时阵会互人听无因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咱即集就来看一寡即种导音的歌词。宜兰传统民谣《张张堂》内底有一句：火车行到伊都阿嬷伊个张，哎哟蹦空来。头两句火车，大家感觉伊是咧讲火车，火车也是火车咧，答案是火车。毋过听起来煞甲火车。火车马共，这就是导音的现象啦。过来，即个光辉的落雨声内底嘛有哦。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，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。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，这个人听起来应该不会起笑啊！伫山内底起讲啦，无啦，毋是啦，是讲予山来听。毋过听起来袂输是讲咧，这嘛是导音的现象。搁来即个单背弦的减酸甜嘛有哦。减酸甜的幸福的我来背，听起来是背对无？毋过歌词是写背，背破的背，毋是背哦。这嘛是导音的现象。刷来是柯福凯的《放风吹》，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会啉酒一杯，藏伫心肝底，会寒的心肝底，毋是啦，是心肝底。这嘛是导音的现象。最后一块是单背弦单语上的小命命，想袂煞挂念的名，我伫批纸来回写，是要写啥啦？写山顶转来遮尔啦？无啦，是伫批纸来回写，写字的写，毋是写啦。这嘛是导音的现象哦。安尼，大家应该拢知影，若歌词的声调甲歌曲的音有冲突的时阵，就会出现这种导音的趣味现象。大家后摆听台语歌的时阵，嘛会当家己注意看卖的。若是有发现搁较侪这种导音的现象，嘛欢迎留话甲我分享哦。我是Lisa，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，别我起赞，甲分享出去。也袂订阅观众朋友嘛，要记一下订阅咧，好不遐铃啊，安尼看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